醒过来了，海娜提，快下马，给他喝奶，吃点东西。阿姨醒了，阿姨醒了，我妈妈要回来了，阿姨醒了，阿姨醒了，我妈妈要回来了，我妈妈要回来了。孩子，我们在转场的路上发现了你。这是真主的旨意。现在草原上有土匪，他们什么都抢。他的妈妈就是出去找马，没有回来。来，吃吧。可好吃了。阿姨，我妈妈也这样喂我吃饭。海拿提哥为什么没来喝茶？他出去了，去给你打野味儿。我爸爸打的血迹可好吃啦。孩子，你不能多住些日子。不能，奶奶，我明天必须上路。真舍不得离开你们。您老人家如果不嫌弃的话，这顿饭的碗，还有这些衣服，就让我来洗吧。我妈妈也爱洗衣服洗碗。走，跟阿姨去。小艾尔肯，快走啊！当心啊！美人儿，跟我走吧！美人儿，跟我走吧！救命啊！救命！救命啊！站住！呀，你这个坏蛋！驾！你往哪儿跑？这个坏蛋！往哪儿跑？树林里来了啊！哎，留下几个人，把毡房烧了，有用的人带走，快！快，出事了！快，快，躲到树后去！孩子，快躲起来！别开枪！快点，快点！艾尔肯，你拿过来！我毡房收了，快点！快！拿！快点火！强盗！去你的！别烧毡房！老奶奶，奶奶！
人呢？还有人。小娘们儿啊！小娘们挺美，还会打枪，把她带走。带走！哎呦，走，快点！走！妈的，赶紧！走！对，呀！哎呦，快！强盗！走！快点！哎，快走！强盗！不好了，民族军来了！受难的牧民，骑着人给我追！快点！卫生员，抢救这个姑娘。